國際消息的部分，大家來關心的是，這委內瑞拉大地震到今呢已經超過1禮拜的時間啦，罹難的人數來到2295個。代理總統羅德里戈斯是宣布全國哀悼1禮拜。雖然講這黃金救援時間即馬已經過去啊，也毋過現場也是有這家屬是無放棄希望，留佇現場空手安尼學，希望會當救到因的親人。毀滅性的上地震已經過7天啊！地震迄當陣翕到的畫面，袂輸敢若是天佇咧搖，地佇咧海。真濟委內瑞拉民眾若想到心內抑閣誠驚，為着要安撫大家悲傷的心情，抑閣替救援的人祈福。首都卡拉卡斯一間天主教大學辦一場追思彌撒。伫咧地震後，差不多規個攏海去的拉圭拉4月來的救援人員依然無放棄，空救援到佇敢若早擺共款倒去的建築物繼續找人，到暗時抑閣無停。佇外地工作的27歲男子安德拉德，佇地震了後趕轉來找，發現因兜的厝倒去，厝內人也攏無去。Y me encuentro nada más que la torre que tengo aquí, es la única que yo vi parada y mi familia toda está allá atrás. ¿Está claro? Tengo a mi mamá, tengo a mi hermana. Tengo a mi sobrina, tengo a mi hija, tengo a mi cuñado, tengo a mi mujer. Todos se me quedaron ahí. 安德拉德雖然誠忝啊，毋過為着要找厝內人，甲志工員最近2日去倒來厝的冷棚內面，雖然無找到因厝內人，毋過有救到其他9個人。Pero la fe todavía la tengo intacta de que si voy a seguir, voy a sacar a mi familia y voy a sacar a la gente que necesitamos sacar y vamos a seguir dándole. 聯合國警告，委內瑞拉可能有680萬人受災。雖然有來自世界各地幾多千位救援人員，不過在國民眾對政府的救災行動誠不滿。一開始是佇咧分水甲食物的所在，現場誠混亂，大家攏用搶的，而且誠濟所在攏發生搶劫的事件。抑個民眾發現，連警察攏涉嫌佇咧災區偷摕貴重的物件。根據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的資料，這邊的上地震部分損害，或者是規個攏損害去的建築物，差不多有58870棟。聯合國難民署甲世界糧食計劃署攏希望會讓募集資金，為災民提供未來3個月糧食，抑個臨時大的所在，因為災區附近邊的太平間無夠近，委內瑞拉政府調用拉圭拉港口，將罹難者的棺材暫時放佇咧遐。半島電視台報道，根據一個專門佇咧計算失蹤者的網站統計，委內瑞拉抑有超過43000人失蹤，聯合國也估計死亡人數將要可能會增加到1萬人。公視新聞王路梅編輯。